來看高雄小港有一間國中昨發生講，這教室天幕頂頭的電風煞來飆起，紅葉仔伊瓦就噴出去，造成2個囡仔目睭無爽快。經過治療，目前已經是無要緊咯。學校表示講，這電風用要10年啊，將有可能是葉仔扯去，才會造成意外。目前也會檢查校內電風，若真有問題，也會甲換掉。地造所在牛頂關塑膠紅葉配上鐵的外殼，電風頭會當360度轉勢。這款舊式的電風，這陣已經真少快。高雄小港一間國中目前也有2間教室是鬥這款電風。不過31日下晡，一班國3學生當咧教室做酸甜志願的線頂模擬，其中一支電風因為紅葉吹去失去平衡，劈到外緣的鐵棒啊，規個脆了了。雖然學生囡仔聽到頭殼頂有怪聲，都先跳開。不過也是有2個囡仔目睭無爽快。火山自願巡田，我們是在電腦教室，那他還沒有及時去做處理，早上來的時候，護士阿姨有幫他再做一次處理，然後就是建議他去眼科醫生去看一下，因為他可能有去揉他了，所以說他可能有一些，可能是輕微的結膜炎的那個狀況。因為受傷學生大部分講教室電風爆炸造成外界誤解，校方特別強調，不是爆炸，是紅葉吹去。這是學校頭擺發生這種意外，除了針對2間教室內底共用的電風進行檢查以外，嘛個海奇的迄支先換做這款新型的電風。電氣行業者也建議要緊換掉，因為這款電風用愈久愈危險，一個無拄好就會規個落落來，親像武俠片的會地柱同款。以前就真的遇過沒有鎖好的，還有就轉到一半飛出去的，也有沒鎖好，或是說因為有些校舍很久了，它的螺絲就鬆脫了，它整盞掉下來的也有。學校表示，2位受傷的學生攏無啥要緊，這款舊式的電風大概使用10年啊，攏是鬥佇咧專科教室，一般教室攏已經換新型的啊，落尾會全面換新，避免類似的意外擱再發生。記者看到朱庫超陽高雄場報道。